国内的生活消息，咱要来关心的是8月初一开始，这80岁以上的士大人是唔免做巴氏量表的评估，就会当直接来请外籍看护。即卖有民间团体就开始惊讲，这新制若准开始施行了后，这预计是会增加53万个较健康的这个士大，甲一寡长照的民众咧来抢这看护的资源，所以恐惊会造成照顾的资源无够用的情形。 这个民团和立委召开记者会，因为8月初一开始，80岁以上唔免巴氏量表，得当请到外籍看护。民团指出，这政策实施落去，预估马上会增加53万个较健康的士大出来请外籍看护。不过，民团表示，台湾一年敢若增加14000个外籍看护，能力根本就无够，可能会致使重症的失智失能患者请无人。可以申请家庭看护工的人数 会暴增53万人，这其中劳动部推估可能有10万人会进来聘雇外籍看护。根据家庭照顾关怀协会统计，目前全台湾差不多20万户的家庭有重症患者长期倒伫咧眠床顶，出门需要塞轮椅，照顾起来非常吃力。民团烦恼政策若是开放了后，外籍移工可能会为着工课较轻松、条件较好，就选择去照顾较健康的士大，也是进一步提出讲要加薪水换雇主的要求。 这些被抢攻的重症家庭，他们现在的弱势，他们已经是在边缘即将崩溃的家庭。如果今天移工再有任何的变动，这个家庭就糟糕了哈。23%呢，有听到这些看护工呢，他们有说他们想要换雇主了，那不晓得再来怎么办？那么已经想要换照顾比较轻松的家庭。 民团表示，虽然嘛认同政府废除巴氏量表的政策，不过也认为政府应该提出一套较合现代需求的评估制度，定出分级的方式来做判断。民团建议较轻度、较健康的士大，会当去使用日照中心的资源，甲外籍看护留予重症失智失能的士大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